大家好啊，歡迎嚟到輕鬆補給站。今日我哋就輕輕鬆鬆咁補給下迪士尼版灰姑娘嘅驚人起源啦。迪士尼版灰姑娘咧，其實都改編自一個黑童話，今次係由格林兄弟寫嘅版本。不過講原著之前，等我先同大家重溫翻迪士尼版劇情先。溫馨提示，俾個 like 先，坐定定聽故仔啦。灰姑娘細個冇咗阿媽，老豆再娶過個新老婆，點知後母同兩個家姐當佢工人咁使，逼佢做晒全屋家務。仲使得晒老豆留低嘅遺產。有一日，皇室開舞會幫王子揀老婆，後母經灰姑娘靚過自己個女，居然撕爛佢條裙唔俾佢去。好彩有班小動物同神仙教母幫手，變條靚裙同南瓜車出嚟咯。不過魔法咧半夜咧會失效啦。灰姑娘趕住走甩咗隻玻璃鞋，王子就靠呢隻鞋全城通緝。最後當然係 happy ending 啦。迪士尼版就唔講咁多啦。格林兄弟原版暗黑無色喺度，迪士尼版同格林兄弟版主線差唔多，但係細節勁重口味，尤其個結局。我唔劇透住，但係保證你嚇親。原著話佢冇床瞓，晚晚瞓到底，搞到成面灰，所以先叫 Cinderella， 即係灰燼姑娘。灰姑娘老豆出差問要咩手信，家姐要衫要首飾，佢居然話求你帶條樹枝翻嚟啦。佢將樹枝種喺阿媽墳頭，日日淋水，仲要係用眼淚淋。最後棵樹變成魔法許願樹，仲有班雀仔幫佢實現願望。舞會前一晚，後母倒咗碗扁豆落灶灰，仲話執得翻晒先準你去。灰姑娘嘅雀仔幫手，半個鐘搞掂嘅，激到個後母扎扎跳，一個屈尾十又倒多兩碗落啲灶灰度。舞會嗰晚咧，灰姑娘靠魔法樹變出金銀裙同埋金鞋啊！王子睇中佢，但係佢就係咁逃跑，搞到兩個好似喺度玩捉迷藏咁。第一晚就拎咗入百子爬，第二晚就爬咗上樹。第三晚，王子預先鋪咗瀝青，諗住灰姑娘會俾啲瀝青黏住對鞋走唔甩，點知個人就走甩咗，但係就留低咗隻金鞋。王子拎住隻鞋揾人，兩個家姐為咗着入去，一個切腳趾，一個削腳踭，最後對鞋仲要流晒血啦。個結局就仲血腥噶。婚禮當日，班雀仔啜爆兩個家姐對眼，罰佢哋盲足一世。迪士尼果然改到好溫馨啊吓！你覺得呢個原版點？不論邊一個結局都好。迪士尼個版本都係大家最熟悉、最溫暖嘅童年，至少唔會嚇親細路先啦。記得留言話俾我知，你又中意邊個結局啦？like 完記得 subscribe，再加多個 share 啦。多謝支持，輕鬆補給站，下次再傾，拜拜。